来看传统嘅产业形容嘅开创新事业嘅，传统嘅客家吃饼，等等时代改变，就冇像年菜咁好卖嘅。苗栗公馆吃饼加工厂嘅第二代林生源，唔肯看到吃饼後生人就咁唔中意，而就開嘅結構用吃餅來做主要特色嘅咖啡館，三萬嘅研發出吃餅嘅新手法，用工業西式嘅甜點嘅做法，做出吃餅係同能落，吃個卡斯泰。自從拿鐵亞豆，希望重視用教搞出吃餅嘅全新風味，向後生人嚟注意。同苗栗公館鄉嘅農路時，留意到蘇蘇圍嘅建築，睇睇嘅看板上寫定吃餅加工站，順好嘅動物嘅，還有唔怕想唔到嘅東西喲。簡單嘅中風設計又有工業嘅風格，又搭配其實嘅一間咖啡館，條話係吃餅加工廠嘅第二代林生源。佢當地嘅做佢民間研發出來嘅點心。那個奶乳乳酪很容易有水分離，這個是我們還蠻難克服的，所以我們試了很久，然後才試到一定的比例。用機器同料攪好勢過後，林生源同經驗到也一粒一粒黏黃，閃幾幾熱鐵的吃餅度烘。捏出來的時候吼，一聽我順定。要點點味，安尼裂，安尼念出來比較較會飽滿啊，較飽滿，啲馅嚟怎麼講？中式的點心吃餅，配得西式的料，吃頭嫩落，以為全新的感受。為想出安尼來做，係認真林生源想為來解決屋卡吃餅越來越難賣嘅問題。喺以前921都 SARS。所以都雷曼兄弟聯動在的時候，台灣經濟慢慢下坡，民生消費力會比較弱。那如果民生消費力比較弱的時候，那當然我們的產品就會跑比較慢。不要說我們的大家的這個環境下，大家都是。韓世家下就托此嘅人，韓國吃餅加工廠睇嘅佢，其實佢本單並唔想來接做工業。我老阿爸阿妹老阿啦，還有阿老太，四三年就喺度工廠啊。幾乎就係講吼，有病了嘅時候就睇住阿爸啲飯吃嘅餅啊，因為你頭曬咩，曬後搭了嘅飯啊，它的佢嘅受力面、受風面就會均勻。以前細細時候就係安尼，嗰種對家族事業哈，會覺得比較覺得不喜歡，冇安好啦，因為沒有童年咩。做變轉來過後，林生源想講佢錯態，做慢行嘅歸同亞做工業降下來，記住唔當做地位轉起屋卡，韓國佢未想過來轉起，會改變屋卡嘅事業。問題剛好，吃餅因為中高年齡層同會買，改做會想講要進化，要優化，可能要做新的產品出來，把目標投資在新的族群身上，這樣子。那傳統產業的柿餅不會說只有中高年齡層，跟新一代的也要做一個銜接，但最好就讓它接軌起來，不會有一個斷層這樣子。就算條蛤蟆同亞貴嘅想法冇共用，甚至還有人小記會做唔上條路。不過林生源還佢自家去種錢來開咖啡館，前來有共用想法嘅盤，經去研發吃餅有乜嘅新嘅說法，經過經討論研究，就以為新嘅創意。就是有跟老闆討論到說，為什麼就是柿餅就只能就是都是冰冰的。這樣子，然後我說沒有其他的一些對這個產品改良的構想嘛，希望就是柿餅有更多不同的面貌，就是呈現在大家面前，因為這也是一個傳統產業，但是如果我們再去把它創新的話，就可以就是發掘到更多的可能性。休息的時候大家就聊聊天，就像當開會一樣，大家就會想說哦，這個地方要補強，還是說我們下個計劃要怎麼走？然後呢，要到達什麼程度，還是有新的產品要出來。
後生人馬介就想會到，記得用柿餅買來做西式的甜點，研發出一系列的甜點同雞卵糕，韓國擺盤都同優秀，嗰種柿餅嘅質感提升加熱度，就連次數未必加熱到咖啡度烘，改變了大家嘅食法。因為我覺得它跟外面的柿餅吃起來口感不太一樣，就是蠻有創新感。對，然後它跟那個乳酪搭起來還蠻絕味的。甚至還同柿餅加入到沙拉度烘，鹹酥味，又油得味甜，食起來一點讚。除咗同柿餅拿來做料理，連勝宇未同家鄉嘅特產泡菜、烏味加入到蔥意純點度烘，希望來帶動菜體生意。我們有一天就突然發現說，其實柿餅啊，它除了搭配沙拉醬很好吃，它其實不管是做像凱撒沙拉，它其實做那種和風沙拉，就是酸甜再帶點芥末味道的，其實也跟柿餅很搭。像結合在地的芋頭，公館的芋頭又做卡士達，包到柿餅程度。另外下面又出緊的福菜，匈牙利福菜烤豬燉飯，同個處理一條豬肉的時候，會用匈牙利式的做法，就是匈牙利式的香料去下做原料去做基底，然後再結合我們公館在地的客家福菜，然後沒想到沒想到米頭就會倒乾。對身體都十分足，連勝宇未見來變，柿餅就有位全新嘅風味，從初出同意無共用嘅市場，沒想到後生人嘅注意，甚至佢喊東山網來開展外銷市場，就歸同傳統嘅生意，做到後生人為上歸去接觸，而用柿餅來打出新天下。